如果你覺得美國在波斯灣贏麻了，如果你覺得世界即將迎來和平，那邀請你立刻清空手裏的原油多頭倉位。就在特朗普在推特上狂呼美國這次偉大的那個夜晚，特工戰情失利，卻充斥着聯邦調查局高官的拍桌之聲和絕望的咒罵。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德黑蘭，革命衛隊的導彈發射者連火空偽裝網都沒有拉上。今天我們要撕開這層名為和平協議的遮羞布，看看這份讓美利堅帝國低頭的協議背後，到底隱藏着怎樣致命的黑天鵝。2026年6月中旬的華盛頓，初夏的燥熱已經悄然侵襲了賓夕法尼亞大道，但在白宮和預言辦公室裏，空氣中彌漫的卻是一種近乎亢奮的狂熱。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敲響了他那標誌性的政治驚堂木，在社交媒體上，他的大寫字母推文如連珠炮般上全球輿論上。偉大的三利，美國再次贏得了和平，德黑蘭已經屈服，他們接受了我們所有的條件，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從近乎宗教儀式般的贏麻了話術，瞬間點燃了華爾街的交易大廳。從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貨夜盤到新德里、倫敦的航運精算師辦公室，全球的資本力量都在隨着華盛頓的麥克風劇烈起伏。炒股的、做大宗商、品現貨的、跑遠洋運輸的，所有人都在瘋狂地刷新着屏幕，試圖從這看似峰迴路轉的和平信號中搶跑地緣政治的下一個拐點。可有介事者是啲看到是衝是鬥，真能憑幾條情緒激昂的動態就蓋棺定論嗎？歷史向來厭惡膚淺的狂熱，在這場被高度政治化、娛樂化的信息海嘯中，更假消息漫天飛舞。如果我們冷酷地摸黐掉兩黨政客為了中期選，舉而精心包裝的宣傳來意，將目光投向波斯灣那片帆着油光的深藍色海域，就會看到一個截然不同的殘酷現實。德黑蘭方面通過半官方的默克爾通訊社低調披露的14點諒解備忘錄框架細節，猶如一記響亮的耳光，直接抽在了華盛頓那張自許山麗的臉上。這哪裡是什麼海船的條約？日日關係學界有一個經典的審視視角，當一個大國開始過度依賴外交辭令的通貨膨脹時，往往意味着他在現實中正在經歷戰略通縮。今天特朗普政府所玩弄的，正是政治傳播學中最典型的宣泄式外交。我們可以將視線拉回64年前的那個深秋，1962年的古巴島打尼基期間，約翰肯尼迪與克魯曉夫之間的博弈是極度內斂且保密的。通過秘密的地下渠道和克里姆林宮與白宮之間的紅線，雙方在極力避免被國內膨脹的民意所裹挾，因為他們深知核戰爭的引信容不得半點作秀。然而2026年的美伊衝突卻不幸地淪為了後真相時代的算法製品。特朗普並不是在向談判桌對面的伊朗外交官喊話，他是在向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鐵鏽地帶選民表演。社交媒體的推薦機制放大了民粹主義的聲量，導致華盛頓的決策層在不知不覺中被自己餵養的輿論怪獸翻噬。當政持家必須依靠每天在手機屏幕上宣佈贏了才能維持執政合法性時，外交的專業性便徹底死亡了。正如半個多世紀前思想家波德里在海灣戰爭不曾發生的罪名論斷中所指出的冷酷邏輯，大眾通過屏幕消費的只是一場被媒體編碼過的意象，而真正的戰爭早已在無人察覺的角落裏走向了另一個方向。在這場信息戰的對撞中，最敏感的從來不是政客的臉皮，而是資本的嗅覺。就在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在社交媒體上樂觀如即美伊可能在24小時內敲定和平協議的短短3分鐘內，全球資本市場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高台跳水。洲際交易所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瞬間砸盤，從逼近每桶95美元的高位暴跌4.4%，一路跌破90美元大關，最終在89美元附近慘烈震盪。與之相伴的是中東航線原油運價指數在單日內錄得超過15%的跨幅震盪，數以百億計的避險資金在幾分鐘內
完成了慘烈的割肉與天蒼。金融精英們以為他們導引了和平，但他們忘記了大宗商品市場的走勢圖永遠無法包容波斯灣底層那板塊碰撞般的歷史結構性矛盾。所謂的14點嘅備忘錄框架，不過是一座地緣政治上的毛坯房。華盛頓急不可耐地在內面掛上了豪華入住的霓虹燈，而德黑蘭卻在裏面冷冷地拆掉了所有的承重牆。這根本連一份正式的停火協議都算不上，它只是一份諒解備忘錄，一份僅同意接下來60天，我們可以坐在一個屋檐下繼續吵架的意向書。沒有內部軟裝，沒有管線鋪設，甚至連屋頂的產權歸屬都存在巨大的爭議。那要在這樣一場極限施壓的終局博弈中，到底是誰在寒風中裹緊了衣角，又是誰在談判桌的陰影裏做出了最實質性的讓大地國亡失的妥協？談判桌上的籌碼永遠只能由戰場上的炮火來稱量。國際政治的鐵律是，如果你在戰場上拿不到，你在談判桌上就永遠別想得到。伊朗展開了飽和式的反擊，不僅重創了周邊的美軍基地，更實質性地封鎖了全球石油運輸的致命咽喉霍爾木茲海峽，通過封鎖狹窄水道來對抗海上強國的策略。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最典型的案例是1987年至1988年兩伊戰爭期間的油輪大戰。當時美國為了維持海灣航道的開放，發起了二戰之後最大規模的護航行動，也就是著名的自成伊字行動。在那場行動中，美軍憑借壓倒性的技術優勢，輕易摧毀了伊朗的海上石油平台與主力護衛艦，甚至在其土螳螂行動中將伊朗海軍打得幾近癱瘓。但是，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最新安全報告，2026年的波斯灣衝突與10年前已經有了本質的不同。這對正成作戰武器，尤其是廉價且高精度的自殺式無人機和反艦巡航導彈的普及，使得即便擁有絕對海上優勢的美國海軍，也無法在不付出慘重代價的前提下，單方面100%保障雙船的安全通行。這已經不再是一場純粹的技術代差交鋒，而是一場算力與財政的殘酷絞肉機。讓我們來算一筆冷酷的經濟帳。伊朗革命衛隊發射的一枚改進型見證者自殺式無人機或近岸反艦導彈，其生產成本被壓縮在數萬美元乃至幾千美元以內，讓傳統的航母霸權在狹窄的閉海水道裡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戰略累贅。根據國際海事組織截至6月11日的數據，中東海域已確診發生46起針對國際航運的襲擊，導致14名海員遇難。最近，美軍試圖為印度的油輪進行定點護航，結果依然遭到伊朗岸基火力的精確打擊，導致數名印度船員落海失蹤。印度外交部為此連續2次召見美國著新德里大使提出強烈抗議。戰場上的硝煙並未因為外交官的私下接觸而消散。就在這幾天之內，美軍一架帕奇武裝直升機直接在阿曼灣附近墜毀。作為報復，美軍雖然對伊朗南部的雷達與監視設施進行了報復性的定點清除，但伊朗革命衛隊隨即用自殺無人機洗地了巴林、科威特、會約旦的美軍基地。在阿曼灣，一艘遭到美軍誤擊的商船導致3名印度船員死亡，引發了新德里與華盛頓之間激烈的外交摩擦。這些軍事衝突帶來的巨大成本，不僅是金錢上的、裝備上的，更是地緣戰略與外交層面上的流血。昔日的大洋巨獸美國航母戰鬥群，在霍爾木茲海峽的狹窄水道裡，就像是一頭披着進急的患病大象，匕首群鐵隊帶着毒刺的殺人蜂圍攻。他每一次揮舞像被消耗的都是自己僅存的霸權威信，而那群殺人蜂卻源源不斷。美國已經好不住場面了，既無法通過可能的軍事升級來震懾對方，也無法在戰場上徹底壓制伊朗的火力。打不贏就只能轉而尋求外交的妥協。我們剛剛就戰爭和伊朗締成了一項重大和解，美國和伊朗將永遠不會擁有核武器，這就是
我們經歷這一切的主要目的。6月11日，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對記者發表咗這番高調宣稱，聽起來依然充滿了美式霸權的傲慢。但如果我們仔細對比伊朗國家通訊社、半官方的麥希爾通訊社以及路透社披露出來的14點亮解備網絡草案主要框架，就會發現實際的條款細節與特朗普描繪的全面勝利之間承載着巨大的鴻溝。在事關主權、核驗證與制裁減免的核心領域，美方做出了極其牽強的，甚至是屈辱性的妥協。這些退讓主要體現在4個維度上。第一張妥協的底牌是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的歸屬。特朗普公開宣稱海峽將立即向所有人無償重新開放，恢復往日的自由通行。然而草案的真實內容卻是備忘錄明確寫道，伊朗不會就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諾。海峽的管理權源全屬於沿岸國伊朗和阿曼。未來的管理機制絕不會簡單地回到戰前模式。伊朗外長明確指出，未來對通過該海峽的外國航運服務將會進行合法收費。這一條款在國際法理和地緣經濟上都是顛覆性的。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框架下，國際海峽僱用國境通行權，沿岸國無權單方面阻礙或徵稅。美國過去幾十年正是依靠堅船利炮在全世界強行推銷其航行自由計劃。第二張妥協的底牌是伊朗核材料的處理方式。特朗普再次發揮了他的大嘴巴風格，揚言美國將採取行動，強行取出埋在伊朗山體之下的所有高濃縮鈾，並將其移出伊朗境外進行徹底銷毀。如果這條能落實，那確實可以稱得上是戰勝國才能拿到的成果。但現實是無情的，草案第一條便清晰地寫明，當前備忘錄不涉及核問題最終協議，所有核談判被無限期延後至備忘錄簽署後的60天之內再行討論。對於如何處理現有的60%豐度的高濃縮鈾，伊朗談判團隊的底線堅如磐石。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內進行稀釋處理，絕不可能運往境內。為什麼伊朗對核材料外運如此敏感？因為德黑蘭的上空至今遊蕩着布蒂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的幽靈。1994年，烏克蘭輕信了美俄西方的安全承諾，將其境內擁有的世界第3大核武庫全部運往俄羅斯銷毀。結果換來的卻是幾十年後國家領土的4分5裂。伊朗自負將烏克蘭視為絕對的負面教材。他們深知，只要高濃縮鈾還在境內的黐心機和山體堡壘裡，美國就必須坐在談判桌旁。一旦核材料被運走，伊朗將立刻失去地緣博弈的終極底牌。美國在此處的妥協，實際上降低了防止核擴散的實質性標準，甚至變相默認了伊朗作為門南核國家的地位。這讓特朗普過去對奧巴馬時期伊核協議的攻擊，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迴旋鏢。第3張妥協的底牌是資產解凍與制裁減免的先後順序。美方官員在媒體面前的調門拉得極高，宣稱這是一項以實際表現為準的協議。在伊朗人徹底履行承諾之前，華盛頓1分錢都不會釋放。但實際的草案條款打臉來得太快，一部分被西方凍結的數十億美元伊朗資產，將在協議正式簽署，他立即獲得解凍，以此作為換取伊朗逐步重開發伊木茲海峽的先決條件。這類似於2015年奧巴馬簽署伊核協議後引發的巨大爭議。當時作為在野黨的共和黨人曾猛烈抨擊民主黨是用現金換取伊朗虛假的和平承諾。然而在2026年的這份草案中，特朗普政府同樣面臨着在未達程序中和平協議的情況下，你必須立即向德黑蘭雙手奉上數十億美元現鈔的尷尬現實。這種程序上的全面倒退，徹底消解了美方之前先履約後放寬的強硬談判立場。第4張妥協的底牌，則是最讓西方觀察家感到震驚和意外的條款——戰爭賠償機制。草案明確將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與人員傷亡賠償機制列入了未來60天的談判議程。同時，美方需要在備忘錄中以書面形式承諾，未來不主動對伊朗發動戰爭，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脅相脅。
在現代國際關係史中，除了以戰時戰敗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之外，美國何曾在雙邊的和談協議中同意討論由自身軍事行動引發的戰爭賠償問題？1987年兩伊戰爭結束後，聯合國安理會第598號決議曾試圖釐清戰爭責任與賠償問題，但最終在大國博弈之下流於形式。2026年，這一具有刑罪性質的條款居然進入了美伊備忘錄草案。無論最終的執行力度到底如何，在外交辭令上，這都構成了德黑蘭方面的重大戰略勝利。當伊朗人冷笑着把槍拍在桌子上要求開牌時，這個龐大的帝國只能一邊在嘴上喊着我贏了，一邊在桌子底下悄把籌碼推向對手。一向追求絕對權力、對內作風極度強硬的特朗普，為什麼會在這次對伊戰爭中選擇低頭，默認這些對伊朗明顯有利的屈辱條款？答案往不在波斯灣的波濤洶湧之中，而深深根植於美伊兩國的內政危機裏。這是一場經典的雙重博弈，參與談判的雙方首腦，其真正的敵人其實都不在海峽對岸，而是在自己的首都。對於華盛頓而言，決策層已經陷入了某重由於國內醜聞與經濟紅線雙重反噬帶來的半癱瘓狀態。在國際政治中，有一個著名的學術假說叫做轉移視線理論。該理論認為，國家領導人在面臨嚴重的國內政治醜聞或執政危機時，傾向於通過發動對外軍事衝突來轉移公眾注意力，從而凝聚國內民意。最為典型的案例是1998年，克林頓總統因為萊溫斯基醜聞面臨彈劾危機，悍然下令對蘇丹和阿富汗實施導彈襲擊。但是轉移視線理論有一個致命的硬傷，如果對外衝突未能迅速取勝，反而演變為長期的高消耗的不對稱消耗戰，那要轉移視線的政治紅利就會迅速枯竭，反而會加速執政當局的政治崩潰。特朗普政府在愛潑斯坦醜聞與波斯灣戰火的雙重消耗之下，為了保持基本盤，急需通過一份外交諒解備忘錄來進行政治止血，比政治醜聞更現實、更具有毀滅性的約束，來自於全球原油市場的實物紅線。在戰爭爆發初期，全球金融市場一度擔憂霍爾木茲海峽的完全關閉將導致國際油價突破每桶$200。雖然隨着沙特將一部分原油改由紅海港口進行陸路平衡出口，以及伊拉克、阿聯酋等國的影子油輪關閉了衛星定位系統進行影子運輸，實際的市場斷供熬到被勉強控制在了每天500萬至600萬桶之間，但全球原油庫存的失血速度依然驚人。美國能源信息署的數據顯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商業石油儲備已經降至200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標普全球能源在一份專業評估中發出嚴厲警告，美國兩大核心原油樞紐的商業庫存已降至35100萬桶，極度接近32500萬桶的系統運行紅線。一旦商業庫存跌破這一由墨西哥灣地下鹽帶從幽處藏設施泵送壓力決定的物理極限，美國的整個能源分配網絡將面臨物理性的瓶頸。國內的汽油價格飆升將不可避免，而居高不下的通脹和飆升的油價，歷來是摧毀任何美國執政黨支持出的第一殺手。因此，當無談消息釋放，布倫特原油價格應聲暴跌至每桶$89時，白宮在經濟層面獲得了極其寶貴的喘息空間。為了讓海峽立即重開以穩定國內油價，在談判中對伊朗做出實質性的，甚至帶有羞辱性的妥協，成了特朗普政府唯一的現實選擇。與此同時，談判桌對面的德黑蘭，其決策同樣建立在極其脆弱的國內平衡之上。一個常常被西方輿論忽視的關鍵細節是，伊朗官方近日終於公布了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遺體告別與國葬儀式日程，定於7月上旬在德黑蘭、庫姆和馬什哈德舉行。請大家注意這個時間差。從2月28日哈梅內伊在空襲中喪生，到7月初舉行國葬，中間整整相隔了4個多月。
在奉行快速下莊傳統的伊斯蘭什葉派社會，為體停放4個多月是非常罕見的異數。這表明，在過去的幾個月嚟，伊朗內部不僅在艱難應對外來的軍事威脅，更在教士階層與伊斯蘭革命衛隊內部進行着極為複雜的權力重組與平穩過渡。在聖成父母的閉門會議裏，專家會議正在為新任最高領袖的繼承人選展開激烈的博弈。在新的權力架構尚未完全鞏固之前，特克蘭急需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來完成這場30年來最重大的政治交戰。簽署一份為期60天的停火備忘錄，將波斯灣的戰爭熱度暫時冷卻，無疑為7月份的國葬和政權的平穩過渡創造了一個極其寶貴的安全窗口。但是伊朗決策層同樣面臨着過來強硬派的巨大壓力。在德黑蘭的各大廣場上，連續多日爆發了大規模的強硬派群眾集會，他們高舉哈梅內伊的畫像，高喊反對未妥協、血債血償的口號，標語上前那地寫着改革派等於投降派，不要把希望寄託在敵人身上。遊行民眾對中東媒體直言，在領袖的血仇未得到徹底清洗，伊朗的核權利沒有得到完整保障之前，政府絕不能向美國做出任何實質性讓步。這從澎湃的民間情緒和革命衛隊內部年輕鷹派的立場，構成了伊朗談判團隊的硬約束。如果談判團隊在核材料外援或海峽主權問題上顯露出絲毫的軟弱，新政權的合法性就會在內部瞬間崩塌。因此，這份草案中看似逼美國低頭的條款，實際上是德黑蘭談判團隊為了平衡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確保新老權力交接平穩過渡而必須堅守的鐵壁。華盛頓和德黑蘭的決策者就像是兩個在萬丈深淵上空走鋼絲的雜技演員，他們互相拋擲匕首，不是為了殺死對方，而是為了在風暴中維持自己腳下那根岌岌可危的平衡木。通過上面的多維度分析，我們已能夠清晰地看出當下波斯灣局勢的底層邏輯。對於未來美伊局勢的可能走向，歷史已經為我們挖定了極其狹窄的通道。儘管外界都在為即將到來的60天停火期歡呼，但我們可以做一個理性的預想：這60天的和平將是人類地緣政治史上最脆弱、最危險的玻璃大廈。美國和伊朗雙方雖然將在未來幾天之內正式通過電子遠程簽署的方式敲定這份諒解備忘錄，霍爾木茲海峽也將逐步恢復通航，全球油價可能會暫時穩定在每桶80至90美元的區間，但這僅僅是上半場的戰略麻醉。在隨後的60天內，雙方將圍繞着核材料在境外的稀釋細節、驗證美國制裁解除的法律程序，以及最具爭議的戰爭賠償具體機制展開近乎肉搏般的細節博弈。由於美伊之間存在着系統性的互不信任，雙方將採取同部隊等利弱的模式。確實操縱由於缺乏像中國往往這樣具備絕對強制擔保能力的第三方背書，這從對等同步履約機制極易走向崩潰。任何一方在某個微小細節上的遲滯，比如某艘解凍資產的銀行結會被推遲，或者某艘通過海峽的郵輪遭遇突擊檢查，都可能導致停火協議隨時面臨整體凍結。在這從零信任的博弈環境下，他們可以清晰地推演出兩重極有可能徹底撕毀協議，引發第二輪更大規模衝突的黑天鵝情景。這黑天鵝起飛於美國本土的內政危機。如果在接下來的1個月內，美國司法部和國會由於愛潑斯坦案的持續發酵而發生大清洗，副總統曼斯或聯邦調查局將引咎辭職。流出的最新法庭證據值，接對特朗普構成了實質性的彈劾或全面罷免威脅。為了在政治生命結束前進行終極自保，一向以不確定性著稱的特朗普極有可能會重拾其賭徒的形式風格。他可能會單方面宣布伊朗人違反了備忘錄，並直接撕毀正在談判中的協議，下令美軍出動戰略轟炸機對伊朗的納坦茲或福爾多地克核設施，甚至是哈爾克島的石油終端實施毀滅性的定點打擊。
他將試圖通過在海外人為製造一場具有核擴散風險的超級危機，來強行綁架整個美國的國家安全輿論，從而徹底掩蓋國內的政治醜聞。在面臨執政合法性全面崩潰的懸崖邊緣，通過內部戰火進行戰略脫困，往往是瘋狂政客最後的救命稻草。第二指黑天鵝則直伏在德黑蘭7月國葬之後的權力真空中。如果在哈梅內伊的正式葬禮結束後，新任最高領袖在內部權力的穩固過程中遭遇了強硬派或地方軍閥的強烈挑戰，為了在最短時間內凝聚軍心、確立新政權的絕對權威，新一代德黑蘭領導人很可能會順應街頭澎湃的復仇民意，全盤推翻之前的務實妥協路線。他們或許會下令革命委對海軍在霍爾木茲海峽岸研購那一艘懸掛美國國旗的大型郵輪，或者直接開啟痴心機將高濃縮油的風度提升至90%的武器級標準。屆時脆弱的諒解備忘啦，將被瞬間撕成碎片，整個中東局勢將不可逆轉地滑向全面戰爭。至於外界流傳的第三重情景，即美伊兩國在60天之內相向而下，最終締成一項具有長久歷史意義的妥協性的小型和平協議。這種可能性不能說完全沒有，但其發生的概率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係幾乎趨近於零。這需要美國默認伊朗作為門南核國家的絕對地位，允許其在嚴密監督下在境內棄食並保留核設施，並全面解除過去10幾年的單邊經濟制裁。同時需要伊朗承諾永遠不謀求武器級核武，並長期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的海洋自由通行。這不僅需要兩國內部同時出現擁有大局觀的務實派，更需要兩國內部同時展現出能夠壓制國內極端民粹主義的長期戰略定力。在2026年的政治生態裡，這無疑是一種過於奢侈的烏托邦式幻想。目前的現實是，兩國內部的鷹派聲音與復仇怒火都在持續高漲，任何理性的政治退讓都會被視為對國家主權的背叛。歷史的詭譎之處在於，龐大帝國的崩塌往往不是因為內部一擊致命的重錘，而是源於內部無數調舉爛裂縫的交匯。2026 6月中旬波斯灣的這場和談鬧劇，不過是舊霸權秩序解體前的一段刺耳美音，在國際關係的棋盤上，從來沒有絕對的贏麻了。每一次虛假和平的締成，本質上都是雙方在各自執政底線的邊緣進行的一場痛苦、權而且極不完美的利益交換。特朗普高調的三利宣言，但以掩蓋白宮在愛潑斯坦醜聞、反制與戰略石油庫存高急之下的戰略焦慮。而德黑蘭展現出的外交突破，同樣是建立在領袖金蝶真空期與國內強硬民意相互拉扯的故事之上。我們在新聞屏幕裏看到的是航母編隊、無人機集群與高深莫測的外交辭令，但在這些宏大敘事的背面，是那些在物價飛漲與通脹泥潭中掙扎的普通選民，是深海裏葬身魚腹的無辜船員。是一個個在權力遊戲中被粗暴簡化為數字的鮮活生命。惡運交鋒的盡頭，終究是人類的貪婪與恐懼在作祟。這份即將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並不是衝突的終點，而是一張張危機行後延遲了60天的延期成對會票。看透了這一切的你，認為這場被無限延期的波斯灣危機，最終會以怎樣的極端形式引爆全球？是白宮戰情室的內爆引發更大的海外戰火，還是德黑蘭廣場的復仇怒火徹底撕毀和談？是世界在動盪中走向多極化，還是拉着全球資本市場一起陪葬？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最具穿透力的判斷。後續的局勢走勢，我們持續為大家做冷眼觀察。